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73天，也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73天，同時也是哈梅內二、穆吉塔巴音信全無、人間蒸發的第73天。特朗普苦等伊朗的回信姍姍來遲，但是讓特朗普很失望。特朗普在他的這個真相社交上發了一個帖子，說我剛剛讀了伊朗所謂代表的回應，我非常不滿，完全不可接受，感謝您對此事的關注。常言道，字兒少事大。根據伊朗新聞電視台10日晚的報道，伊朗已拒絕美國提出的方案，認為同意該方案將意味着伊朗屈從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過分要求。報道說，伊朗要求美國支付戰爭賠償，並確認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主權。伊方還強調有必要結束對伊朗的制裁，並解凍該國被凍結的資產。當天早些時候伊朗媒體報道說，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調解方正式提交了對美國旨在結束戰爭的最新方案的回應。伊朗方面對媒體說的，他們是拒絕了美國的這個方案，實際上這個方案是雙方來回討論的。特朗普等待着回信，那相當於按照伊朗人的說法，伊朗人就拒絕了。為什麼呢？伊朗人說的第一個要解凍伊朗的資產，第二個要確認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主權，第三個要停止戰爭。重點是這些，在核問題上面，伊朗人好像沒談。特朗普大為不滿。美國中文網報道，據伊朗國家通訊社周日報道，伊朗已就美國提出的啟動和談、結束戰爭的方案作出回應。與此同時，一艘卡塔爾天然氣運輸船獲准通過遭封鎖的霍爾木茲海峽。昨天咱們說了，卡塔爾的外交部長實際上也在巴基斯坦後面在做斡旋的工作，他飛到美國去了，見了萬斯，還見了盧比奧、維特科夫。那麼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伊朗人允許卡塔爾的天然氣運輸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伊朗通訊社報道，他說這份回應已通過調解方巴基斯坦轉交，目前重點將放在結束戰爭上，但暫時沒有公布更多的細節。實際上，無論是特朗普、美方還是伊朗，他們對媒體釋放的都是一部分，並不是這個協議的全部。在一個協議，雙方各自表達，應該是這種理解。所以伊朗人宣傳呢，他拒絕了美國人。他對外報道的突出的是對伊朗有利的，伊朗要的這些東西。那麼他能給特朗普讓步的地方他也沒提，就是沒有對媒體披露。顯然伊朗讓步的這些地方，也就是咱們說的核問題、濃縮鈾問題，特朗普是非常不滿意的。具體為什麼不滿意，伊朗人的條件是什麼並沒有披露。但是這個大家也能理解，伊朗人在這兒他沒辦法直接跪下來。這個媒體說，由卡塔爾能源公司運營的液化天然氣船已安全通過海峽，目前正駛往巴基斯坦卡西姆港。這是自美國和以色列於2月28日發動戰爭以來，首艘穿越霍爾木茲海峽的卡塔爾液化天然氣運輸船。消息人士此前表示，此次通行獲得了伊朗批准，旨在向卡塔爾和巴基斯坦這兩個戰爭調解方釋放善意，建立信任。此前，由於關鍵天然氣進口中斷，巴基斯坦曾發生大範圍停電，此舉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其能源壓力。也就是朗子還是迫於壓力，沒辦法給卡塔爾和巴基斯坦這兩個人給了一定的這種，這叫通行權。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好歹是斡旋，幫伊朗穿針引線，牽線搭橋。所以如果你連這兩個人都給得罪了，那還誰替你幹活？卡塔爾的這個天然氣運輸船顯然是運給巴基斯坦的天然氣，允許他出來一艘船，緩解一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也就是說給這個斡旋方卡塔爾和巴基斯坦一點甜頭。伊朗方面拒絕了美國人的這個方案之後，伊朗的總統佩泽希奇扬也開始在媒體上放話，在通過巴基斯坦方面的調解人員向美國提交对美方提議的回應後，伊朗總統佩澤希奇揚隨即發表聲明，我們永遠不會向敵人低頭，即便提到對話或談判，
也並不意味着投降或退让。相反，我們的目標是堅定維護伊朗人民的權利，並以堅決力量捍衛國家利益。在這個第3次強加戰爭損失重建工作組會議上，佩斯期间表示，也就是對話談判不代表着投降或者撤退，而是為了實現伊朗的權利，並有力捍衛國家利益。這個佩斯期間還表示，在重建和補償損失階段，保障受災家庭的心理安全與安寧是政府的首要任務。這個伊朗方面還放話說，托人給特朗普帶話，若他膽敢重啟敵對行動，將犯下巨大錯誤。伊朗國家安全發言人叫雷扎伊對特朗普總統說，最好的辦法是投降。從今天起，我們的克制已經結束，任何針對我們的船只的侵略行為都將招致伊朗對美國船只和基地的嚴厲而果斷的回應。时間對美國人來說越來越緊迫，他們最好不要愚蠢的行事，讓自己越陷越深，陷入他們已經陷入的泥潭。最好的辦法是投降並做出讓步，你們必須適應新的區域秩序。你看，這個伊朗現在已經對特朗普進行勸降，所以說特朗普這將近1個月的等待，所謂的談判和談，等來的是什麼？等來的是浪費時間。再次證明這1個月浪費了。伊朗人最終還是拒絕了美國提出的方案，認為同意該方案將意味着伊朗屈從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過分要求。也就是特朗普給伊朗人的方案重點是核問題，是15年還是20年，要伊朗人承諾不搞核武器，要伊朗人交出濃縮鈾，要伊朗人拆掉那個核設施。在這些上面伊朗人沒有回復，或者回復完全達不到特朗普的預期。但是美國的媒体還是透露了一點消息。華爾街日報他說，伊朗提出可將部分高濃縮鈾轉移到友好國家，也就是這裡面主要恐怕是俄羅斯，因為普京一再表示俄羅斯願意替伊朗保存這部分高濃度的濃縮鈾。普京最近一再對外放話，肯定是跟伊朗有某些默契。伊朗說願意把高濃縮鈾轉移到友好國家，但是伊朗不打算拆除核設施，暫停濃縮鈾20年。那這個顯然特朗普也不能接受，把這個濃縮鈾放到俄羅斯那兒，不要說特朗普了，連以色列他也不能接受。華爾街日報還說，他說伊朗在濃縮鈾談判中尋求一種保障機制，要求確保在談判失敗或美國單方面毀約的情況下，將轉移到國外的濃縮鈾庫存重新轉回伊朗境內。也就是伊朗人還是在打這個濃縮鈾的主意，不想徹底放棄濃縮鈾。這個460公斤的濃縮鈾才放到第三方國家，一旦達到什麼條件，比如說美國毀約或者其他的觸發了一些違約條件，那麼伊朗人還能把這個濃縮鈾拿回來，他要達成這麼一個保障機制。顯然特朗普和以色列都難以接受。這個特朗普5月10號在社交媒體發了一篇長文，猛烈抨擊伊朗長期玩弄美國和世界。特朗普說，47年來伊朗一直在玩弄。什麼叫玩弄？就拖延再拖延美国和世界，直到奧巴馬就任美国總統時，他們終於大獲全勝。特朗普還指責奧巴馬不僅對伊朗極盡優待，站在伊朗一邊，拋棄了以色列和其他盟友，而且賦予伊朗一個強大的新生契機，數百億美元以及17億美元的現金被送到德黑蘭，如同銀盤上的美味奉送給他們。這個事情是哪一年？應該80幾年，上世紀是德黑蘭人質危機還是什麼時候？我不太清楚了。就是這個確實美國是給伊朗送了1飞機的現金，但是為了準備這些現金，把華盛頓地區、馬里蘭州還有弗吉尼亞州的這些銀行裡面的現金都提空了。這特朗普說，當這筆巨款送達時，那都是綠票子現金，伊朗人竟然不知道如何處置。他們從未見過如此巨額的現金，今後也再難得見。這些錢裝在行李箱和手提包裡，
從飛機上卸下，伊朗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好運，他們終於發現了史上最大的冤大頭，一個軟弱愚蠢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就痛斥說，作為我們的領袖，奧巴馬固然是個災難，說奧巴馬很慫，是吧？很差勁，但是他還不是最差勁的是瞌睡橋。所以特朗普到現在還是不能釋懷，他總認為是拜登搶了他的總統寶座，耽誤了他連任。特朗普最後說，47年來伊朗人一直在玩弄我們，讓我們苦苦等待，還嘲笑我們如今的再次偉大的國家，他們將會再也笑不出來了。實話實說，伊朗人照樣玩弄了特朗普1個多月，從停火是吧到現在，這不就是极限博弈吗？就是在玩弄特朗普啊。等到特朗普耐心就要消失殆盡的时候，伊朗人突然也跪下，特朗普就產生了濃厚興趣，對談判抱有過多的期望，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結果伊朗人也開始博弈，也是特朗普的耐心值恢復到正常的時候，這伊朗人也開始博弈，博弈到特朗普這個耐心消耗殆盡的時候，伊朗人咣當又跪下，如此反復，這1個多月來就是這麼表演的。特朗普他在接受電視台採訪的時候，他說伊朗人也許他們自己不知道，但我認為他們是知道的，因為我在跟他們打交道，而我們絕不能容許伊朗擁有核武器，但他們在軍事上已經被打敗了，他們沒有雷達，他們的領袖全都不在了，第一批領導層已經沒了，第二批也沒了，第三批也有一部分不在了。不過我認為我們面對的仍然是有一定實力的人。很有意思的是，他們會達成協議，然後又撕毀協議，他們一次次達成協議，又一次次撕毀，這就是我剛才說的那種遊戲，挑戰特朗普的極限。正當特朗普手伸向那個按鈕的時候，要發射也開火，這時候伊朗人就跪下了，求放過，一切都好商量。等到特朗普商量的時候，他又開始極限博弈。他說我們會在某個時候拿到那些核材料，濃縮鈾，就是到現在為止，特朗普堅持還是要美國人要去拿到濃縮鈾，所以說就不可能說把這個濃縮鈾放到俄羅斯，或者放到一個什麼印度。特朗普說我們對他進行了全面監測，為此他說我組建了太空軍，他們正在監視那個地區，如果有人走進去，他們能告訴我你那人的名字、住址，甚至他的證件的編號。也就是说，這個一切盡在美國人的監視之下，派什麼科學家去，派什麼專家去埋在廢墟裡面的這個核濃縮鈾你去處理，美國人都知道，這個專家 IP 對吧，地址、坐標、快遞地址，甚至證件的號碼都有。他說現在我們對那裡的監測非常到位，如果有人靠近那個地方，我們馬上就會知道，然後就會把他們炸毀，徹底炸毀。特朗普解釋，記者問他說你老說伊朗已經被打敗了，那是不是要撤軍了？是不是已經勝利了？戰爭是不是結束了？特朗普解釋，他说我說伊朗被打敗了，並不是戰爭結束了，我們可以再花2周時間打擊每一個目標，我們有一些既定的目標已經完成了大約 70%， 但還有其他目標我們可以重創，也就是建立新的目標，重創也就是说還有一些目標可以再炸一遍，也就是花半個月炸第2遍。他說即便我們不再採取行動，那也只是最後的收尾工作，但就算我們不做這些，他們也需要很多年才能重建。我們再看看這個以色列人的態度。內塔尼亞胡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說特朗普曾親口告訴他說，我要進去把核材料直接拿走，這不是好萊塢劇本，而是一個即將回歸的超級大國元首對中東核威脅給出的暴力解法。5月11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尚未結束，也就是混合治療現在要進入下一個療程，前幾個療程效果不是很理想，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所以後面還要加幾個療程。內塔尼亞胡表示，伊朗現有的濃縮鈾需要被移除，濃縮設施需要被拆除，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仍然有導彈，美以的軍事行動已經進行了大部分打擊，但仍然有需要完成的工作。
內塔尼亞胡還稱必須將高濃縮鈾從伊朗移除，並認為這可以通過物理手段實現，但是他拒絕說明是否通過軍事行動將濃縮鈾移除，以及拒絕就移除濃縮鈾給出時間表，僅表示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面對以色列的咄咄逼人，這個伊朗人也予以了反擊，當然是言語上的反擊。伊朗最高領袖軍事顧問強硬表態，襲擊伊朗將加速以色列消亡，中東格局或因巨變。伊朗最高領袖軍事顧問雷扎伊近日在接受黎巴嫩广场電視台採訪時，他說，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行動有效地縮短了以色列這個國家存在的時間表，甚至斷言如果以色列還能再存在15年都屬於奢望。這給人感覺，自從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混合雙打以來到目前為止，這個伊朗人的表態，就是雷扎伊的这個說法實際上就有點像創武大師跟人比賽打輸了，創武大師睡得很安詳，醒了之後說對手中了7傷拳，對手不要看他表面上沒事，但是他壽命縮短了，一個意思，就是以色列你看不要看他活蹦亂跳了，活不了多長時間了，縮短了他們的這個存在時間，有異曲同工之妙。總之以色列應該是受了內傷。雷扎伊進一步指出，他說全球反對以色列的情緒正顯著高漲，曾經支持以色列的力量也開始轉向支持其對手。支持以色列的力量有沒有少，這咱們不知道，但是你說要轉向了支持對手，也就是支持伊朗嗎？這個好像沒看到。支持以色列的變多了還是變少了，這個不太好說。但是如果你說要支持伊朗的变多了，这个显然不符合事實。朗子到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支持他，就是正義聯盟大哥也只偷偷摸摸的送點糧食過去，人道主義物資。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國家站出來公開支持伊朗，說給伊朗送武器、送導彈、送無人機。同時雷扎伊強調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正在衰弱，美國也是一樣受了內傷。也就是說美國和以色列兩個人對伊朗進行混合雙打，伊朗受的是這個皮外傷，別看打着血呼呲啦的沒事兒，調養幾天就好了。但是美國和以色列你不要看他好像表面上看沒事，但是他們都受了內傷，就這個意思，難以為繼。他說美國人呢終會離開這一地區，而伊朗卻會留下來。他還稱伊朗對抗美國的勝利在全球引發重大震動，美國與北約關係出現裂痕，阿拉伯國家也開始構想沒有美國存在的地區秩序，說最狠的話挨最毒的打。同時伊朗國內現在也在積極運作這個特朗普稱之為燒焦的植物人的哈梅內爾穆吉塔巴，現在逐漸的活躍起來了，雖然沒有聲音沒有圖像，但是這個報道現在越來越多了。就在前幾天穆吉塔巴會見了總統佩斯希奇揚，今天這個媒體報道穆吉塔巴又會見了軍方領導人，叫伊朗武裝部隊哈塔姆安比亞中央總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伊朗最高領袖社媒賬號發文稱，在此次會見中，穆吉塔巴對軍隊表示感謝，宣布了新的指導方針和開創性的舉措，以持續採取行動並有力對抗敵人。阿里阿卜杜拉向穆吉塔巴匯報了伊朗軍隊的戰備情況，包括正規軍、革命衛隊、安全部隊、邊防部隊、國防部以及巴斯基民兵。報告稱，伊朗士兵士氣高昂，在戰略計劃、裝備武器方面準備充分。阿卜杜拉希代表全體官兵向穆吉塔巴保證，他們將完全服從其命令，誓死捍衛伊斯蘭革命的理想，親愛的祖國伊朗，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以及勇敢而愛國的伊朗人民，並讓那些邪惡懷恨在心的侵略者為他們的卑劣意圖和侵略行為感到後悔。看着這個燒焦的植物人穆吉塔巴現在有謊，接見了總統，文官總統又接見武將阿卜杜拉希，向外界傳遞一個什麼信號呢？也就是這個穆吉塔巴現在大權在握，就這麼個意思。
伊朗是有領導人的，伊朗群龍無首，這個都是假象。而穆吉塔巴為什麼不露面呢？那是因為自身的安全，這個都是伊朗是通過宣傳極力試圖向對外營造一種氣氛。伊朗現在還是一個高效的統一的有這麼一個政權在高效運轉。實際上通過伊朗的表現來看，那完全是叫群龍無首，各唱各的調。穆吉塔巴他不過是一個傀儡玩偶，被这個伊斯蘭革命卫隊把持了，挟天子以令諸侯。那接下來特朗普會怎麼辦呢？伊朗人已經拒絕了。特朗普上一次說了是吧？給他1周的時間，給伊朗人1周的時間。特朗普和盧比奧一再強調，希望伊朗人認真嚴肅的對待，要認真回復，不能耍小脾氣，不能敷衍。那顯然現在特朗普已經說了，伊朗人的回復他不滿意，無法接受。那該怎麼辦？那就繼續等嗎？還是說特朗普再修改一方案給伊朗人發過去？這就相當於有來有回，這個就相當於這個是做個商務的都懂，雙方談合同的時候改個7、8回很正常。先你甲方按照自己的制式合同，双方談合同的時候誰牛就用誰的合同模板，一般是甲方的合同模板是吧？乙方沒權利，甲方光呢扔給乙方一個合同模板，好，那乙方把必要條件填完，光呢給甲方扔過去，甲方再改乙方的這些條款，又給乙方扔過去，乙方又在甲方改的條款上再改再加，來回扔，不就是雙方談合同不就這麼談嗎？最後談不下去還得見面談是吧？見面的掰開了揉碎了来解釋為什麼要這麼改，雙方要開會，開完會回去之後再扔，大的合同都怎麼着扔個10來個回合，最後好沒問題了，雙方各自走流程，總監簽完，副總簽，副總簽完，總经理簽。我想美國和伊朗的談判也差不多吧，大致如此吧，雙方有來有回。只不過這次特朗普還能忍得住嗎？我在昨天節目說了，特朗普被伊朗已經搞成鬱悶了，抑鬱。特朗普自己也承認啊，伊朗人打仗不行，談判是一把好手，擅長于談判。所謂的擅長于談判就是極限拉扯，把你逼瘋為止。以前大家都在分析，因為特朗普要到印度訪問，本來是3月份是吧？3月底，後來因為伊朗戰爭沒有結束，他就推遲了一次了。這一次據說已經定下了5月13號。那5月13號訪問，大家又在推測說5月13號之前必須要對伊朗，這個是要，有很多媒體這麼分析，有很多人他都這麼認為，特朗普希望在到東大訪問之前把伊朗的事搞定，搞定伊朗的威風這種氣勢來東大訪問，這樣討價還價氣勢上更足。當然了，這都是媒體還有一部分人的分析，但是我想恐怕都是把特朗普想得太簡單，這種想法都是把特朗普按照一個正常的傳統的政客這個模式去想的，而恰恰特朗普他不是一個正常的這種政客，不是傳統意義上那種從小就在國會是吧，参議院眾議院什麼摸滾爬打搞上來的這種老油子是吧？他是70多歲才參政，他是房地產開發商，他一輩子破產好幾次，對不對？他是半道出家呀，所以這種人他不是那種建制派，不會循規蹈矩是吧？所以有極強的不可預測性，你就不知道他會下一步幹什麼。你認為他不這麼幹，他恰恰他就這麼幹。你認為他應該這麼幹的，他恰恰他就不這麼幹。你說一個正常的總統怎麼可能跑去跟自己的盟友要格陵蘭島呢？你這事都能幹得出來，對吧？一個正常的總統怎麼可能說讓加拿大做到第51個州要合併了？你這都是離經叛道，大逆不道。但是特朗普恰恰的就這麼說，你說哪個人會能想到說美國要退出北約？特朗普就這麼幹。所以說我說這個話的意思就是不是支持特朗普，是說特朗普他這個人你不太好預測他。同樣，所以你給特朗普加個時間表，說必須在到大國訪問之前就搞定伊朗，或者什麼什麼搞定，他不一定，也可能在來大國之前不還有2、3天嗎？特朗普怒了，就要先对朗子進行一輪新的治療，給他大劑量，加量不加價，有可能。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那他在東大訪問的時候
突然下令，這也有可能。不要以為特朗普幹不出這事，在東大訪問的時候，晚上不要舉行國宴嗎？盛大招待是吧？這個國宴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正宾客啊，雙方達到气氛最高的时候，特朗普突然是吧，說我出去辦個事。1000年以後，新的《三國演義》是這麼寫的，這麼記載這段歷史，就是董王起更衣，盧比奧墜入雨下，董王知其意，指盧比奧守曰：“卿欲何言？”盧比奧說：“相察萬斯之意，專欲誤董王，不足於圖大事。”說了一堆，願董王早定大計，莫用萬斯之人也。董王嘆息曰：“諸人遲疑，甚失孤望。今卿郭開大計，正如孤同。”這個董去了卫生間一趟，打了個電話，那邊朗子就挨炸了。董王從洗手間回來，回到這個宴席上，舉起茅台，跟各位繼續碰杯啊。董王貼心的提醒：“你們該看新聞了。”很有可能董王在東大訪問的時候下令，這樣世界各國都會猜測，包括正義聯盟內部的他都會猜測啊，這是不是董王跟印度啊達成一致了？又有媒體就報道傳言說，據幾位參加宴會的高官透露，不願具名的參加宴會的高官透露，當時董王和這個東大是吧領袖兩個人正商討這個波斯局勢啊。董王和這個東大的領袖同時伸出手掌，巧了，两個人的手掌上寫的都是答，只不過不同的是，一個人後面打了個問號，另外一個人後面畫的是感嘆號。兩位領袖相視一笑，互視努嘴微笑。不過這個朗子的回復啊，確實讓特朗普不開心，影響了特朗普這個訪問的氣氛。我看媒體報道，特朗普訪問東大，他的 C-17已經來了30多個架次，所以說明董王這次訪問那是非常重視的。這個行程也改成3天，飛機都飛了30個架次啊 ，C-17這個大力神是吧？完了之後，他據說運來的物資有3000多噸，各種各樣的反彈轎車、野獸那個轎車，各種通訊器材、加密通讯、各種物資。所以說，一個領導人訪問確實兴師動众。作為吃瓜群眾，只要記住了，這事沒完。看看特朗普怎麼進行下一步，我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